恐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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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是为了万圣节准备的猫咪猪猪装。猫咪现在很期待哎，你给猫咪看一下。小仔啊，小仔！给你。哎呦，东东很想穿，赶快给东东穿上去。一只不够，还有3重恐怖。傻眼，东东每个都很喜欢。东东你自己选，你要哪一件？生气，好像这样就。哎，东东黑色真的看不出来。哎，怎么那个黑色的假毛比它的毛还要亮？真的哎，你看，它的毛，黑色的毛。哎，它这个毛比它自己的屁屁还好。哎呀，你看没看东东好像蜘蛛？哇！掉蜘蛛。好恐怖啊！什么东西？跳好高哎！还找到哎，很厉害耶！不会吧？什么？这样子来看看，脱壳。看来他只需要4只脚，他不需要多的那8只。你不要咬别人的脚，啾啾会痛，啾啾会痛，会站不稳。小仔，阿伯超级。为什么 ？Spider 揪。Spider 揪，Spider 揪。啊！啾啾啊！好像飞着在射。好厉害哦，跳出画面了。你还好吗，啾啾？翻肚了！让他起来。他还要玩呢，他不 care。对，这样来哦。哎，你们。
不要生气，对不起，我帮你说，我帮你说，哎呀，哎，干嘛了？好，帮你放，气死了！好了，哎，不要脱掉。他刚刚怎么了？踢裆了。突然以为这个蜘蛛在攻击他。我这一次，你要走，你要去哪？跳到一个。狗吧。那怎么看起来？这只看起来好弱。这只有点玩具。对，这只像玩具。你看它的脸多可爱。蜘蛛看起来好惊恐哦。哦，还在跳起来哎！宝宝来了，宝宝是匍匐前进哎，娜娜也来了。嗯。蜘蛛卡到电线了。怎么姐叫你好吗？哎喂，不讲。过去，快点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去，快，过去来，快点，我先睡着了你。过去，快点，哦，出来了。哥姐去找东东依靠，东东不理他。你要去哪？小蜘蛛生无可恋。快点穿猪猪装。你们好，好帅哦！我刚才很帅哎。什么口感？嗯。好了好了。
咚咚咚咚。